来看台南东山这带呢，最近这台湾狗是愈来愈多啊，而且呢，佮规棚走入去人的果子园内底，甲人吞大只，甚至还佮来破坏设备。农民是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出来处理，也毋过呢，这个农业局是表示讲，目前是以通报为主，也无法度强制来处理。 台南东山街的农民提铁讲，内面放炮瓦，互声音集中，要迄只狗，莫佮挖来隔远糟蹋，嘛用赶狗器等方式来阻挡狗，毋过拢总无效。农民无奈讲，赶家血压拢清悬起来，主要因为因所种的心血受害上严重的是灵应。本正按算7月风台过后，汤有寡收成，无意外有台湾狗接力来扰乱，产量煞剩2成，那灵应干嘛乃至遮的作物嘛拢害去。我拢规定呢，我嘛甲人讲，规定向全部打嘛，伫阮灶骹后壁，一堆个树啊，话要食。是，几工较多啊？较多啊？为什么啊？嘛，伊反主啊，伊反主，伊就讲袂了，袂拍的啊。 甲三枪共款，3枪即摆就归路啊！在地人讲，因这台湾狗会伫半暝透早参下晡出现，即阵上无10外丁，有100只，数量甚至比当地人还佫较济。互果农实在真气恼。其实农业部捌参地方协商，勘定威望，毋过农民讲，这个山脚多数是山峦仔地，地形真歹按，防护效果足歹。农民建议会当上什么步，甲台湾狗制约，也是相关的安置配套。足严重啦！伊因为伊狗伊就拢无咧节育嘛伊拢一直生团。比如讲，伊今年出世的狗仔囝，明年伊可能就有法度去生狗啊。因为就拢无节育的问题，所以狗啊。 一档比一档佫较济。在地贸议员认为，这已经造成地方性灾害，而且毋但狗尔，其他地区也有山猪甲鸟仔的危害。农业局回应，目前受到动物保护法、参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，针对狗的部分会持续以通报为主，也无法度强制处理。电路器是目前为止是防治猕猴的危害最有效的方法，所以鼓励农民来参与。那我们有到各区东山、新化、然后南溪等等，都办理相关的宣导会。面对高山的损害，东山果农无奈讲，因即摆种的毋是果子，是正好狗咧食的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